国立成功大学自强校区，因为某一下伫个24点钟内有5个人确诊，校方宣布该校区对16号开始停止实体课程2礼拜，改为线顶来上课。其他校区则是维持实体课程，因为校方前后发出2封的通知，内容无同，加上停止实体课程，只有自强校区引发学生的不满。大好，事实上，我们有9个校区，而且我们每一个校区其实都有相隔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在停课标准的设计上，事实上是采分课程、分校区的方式。好，那除非有2个校区以上都有这个多位的一个学生确诊，那这个牵涉到2门课以上，我们才会做全校的一个远距。那这一次是因为我们发现，我们单日24个小时之内，在我们自强校区某一个系，它就出现有多个这个确诊的一个情形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分析数据之后，发现它其实超过2门课以上，那符合我们在5月11号所公布的停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准。所以我们在昨天这个紧急发出通知，从今天开始到这个5月29号暂停2个礼拜这个实体的一个课程。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全面改线上的。怎么讲？因为如果你只有自强校区改线上啊，可是自强校区的人还是会到别的校区上课，所以现在就是只有自强校区的课会暂停啊。像我们现在就是自强校区整个班级，我们刚是到成功校区去上实验课啊，还是实体。对啊，所以这样感觉没什么用啊。如果当时可能系上或是班上周围有人确诊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线上会比较好。目前我接触到的人，他们的通识课家长大部分都是有蛮多都是直接线上授课的，所以这样跨校区应该是还可以啊。学生会强调，因为北部真侪大学拢陆续宣布远距教学到这个学期结束。既然校方已经伫个5月11公告先台线顶课程的实施相关规则，就应该遵照该规则来实行，袂用咧讲一套做一套。最后校方伫个防疫会议决议，对5月17起到学期的结束，将启动远距为主、实体报备的教学模式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